今仔日是金门古宁头建役75周年，总统赖清德呢2个月来第2届去到金门主持追思典礼，也向37位参战的老兵和家属一一来说谢。赖总统表示讲，古宁头建役唔那是当年国军主动解放军保卫台海和平的头一场胜利以外，也代表着咱保卫国家的决心。强调台澎金马一点拢无要小让，也呼吁大家爱团结，做伙来对抗外部势力。上乡献花古宁头建役胜利75周年，总统赖清德亲身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祭悼仪式。37个参战老兵甲眷属嘛特别重回金门，包括今年国庆大会领唱国歌90岁英雄拿玉奖王花乐。罗总统除了一个甲因握手致意，还愿邀伫老兵的耳边感谢因当年为国作战。谢谢你们当年保家卫国，谢谢。将金门驻外对参战代表前议长王水忠当场赠送2本册予赖总统，表达希望两岸和平共存。顶一届赖清德伫823炮战66周年到金门的时阵发表的谈话，去予中共国台办解说是放大中国的威胁。古宁头不仅仅是军事胜利的象征，更代表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台澎金马，寸土不让，坚定守护家园。古宁头战役让我们明白，民主自由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世世代代的人共同努力守护。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为参战前辈牺牲奉献送热烈的掌声。赖总统致辞拢伫讲古宁头战役的历史意义，以团结、和平、民主3元素，无直接点名中共，是国在声明自我防卫信念，呼吁国人团结对抗威胁，表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记者综合报道。